好，我是美食特派员贝拉。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客家好朋友，一起来和我们做美食开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主委。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世勋，又来和大家见面啦。对，大家看到影片一开头哦，就知道我们又来到了漂亮的地方哦。没错，我们又来到了台北市最高的景点101的85楼随意鸟地方，也就是我们最美的客家市集，结合最高最壮阔的都市风景，一起来介绍我们的客家美食开箱喽！哇，其实呢，吃到好吃的东西哦，再搭配美景哦，真的是可以吃出绝妙好滋味哦。那当然呢，看了我们上一集的影片开箱哦，哇，好多好朋友都觉得这个哈嘎绿茶怎么这么好喝啊？就上我们的小河城市集挑挑看。选一选看，把它带回家也可以送给好朋友。那当然，今天的这一集美食开箱我们又要跟大家来开箱什么样的客家好物呢？在上一集里面已经不小心说出来，就是我们客家的3大茶之一的东方美人茶。然后我们今天还要再介绍我们的客家起拔。哇，说到这个喜欢喝茶的朋友喜欢吃点心的朋友，在今天的这一集开箱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下午茶的绝配组合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开箱的是我们很有特色的客家点心哈嘎起拔。要吃谁家的呢？就要吃我们桐花恋人家。他们家最厉害的招牌叫什么？就是叫克果子。哇，这个克果子礼盒里面呢，就有3种口味哦，分别是我们的艾草红豆，然后呢也有我们的黑糖、花生，然后以及我们的黑芝麻口味3种口味哦，都很好吃，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哦。而且呢，我们这个桐花恋人呢，他们家的克果子其实它是我们苗栗县百年灯会的接驳车伴手礼，所以有人又叫它灯会麻糬灯会起拔。那今天呢，除了给大家品尝起拔之外呢，我们的茶也很厉害哦。茶的部分呢，为大家选到的是我们的上展茶园他们家的很厉害的东方美人茶。上展茶园呢，他们有自耕也有契作茶园，而且呢，他们是秉持着客家人的精神敬田下土，就是敬天又敬土的这种精神我想这东方美人茶最特别，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农药，所以小叶绿蝉才能够去吸食它。那吸食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卷曲状。那我们客家人呢，以前早期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被吸食以后样子不好看，怎么凸起来了？对，那可是他们就为了很节省，很希望说能够还是保存下来，所以就做了一个烘焙之后，没想到它的味道竟然比其他茶更香更好喝。那回到家乡告诉大家，就卖了很多倍的价格以后，大家都说它碰风，所以这个茶呢，东方美人茶又叫做碰风茶。泡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当它这个茶叶在这个茶里面，就很像一位美人跳舞一样样子非常的漂亮，所以才叫做东方美人茶。那今天呢，我们的开箱马上就要来为大家品尝，就是我们东方美人茶，再加上我们好吃的起拔咯。那我们请小帮手，哇，迫不及待要来品尝我们的起拔了哇，3种口味都有，真的。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很特别，怎么会有起拔？怎么会有麻糬是绿色的呢？它是用我们艾草，再加上里面的内馅是什么？是红豆哦，特别用到的是万丹红豆，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很特别，它口感又很绵密。主委，我看到你在旁边已经开吃了。没错，它的红豆内馅非常的颗粒饱满，而且那个红豆的香味一咬下去，你就马上感觉红豆的味道就冒出来了哦，真的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哦。好，那你刚刚吃的是艾草红豆，所以接下来要吃的这一颗呢，就是这叫做黑芝麻。你知道吗？我们女生其实多吃，其实男生女生都一样啦吃这个黑芝麻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哦。而且大家都说吃这个黑芝麻是可以让这个头发黑真的。但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说真的，黑芝麻的馅一般都没有那么像这个看起来这么的湿润，有的那个黑芝麻干干的那种粉粉的，我觉得都比较不好吃。我发现它的这个外皮咬下去非常的软，而且它刚好搭配那个芝麻馅，你会觉得它整个包裹的非常非常好，围绕在你的口腔里面都是那个芝麻的香气哦，好吃好吃。
那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口味？第3个口味哈。怎么会有那个起拔哈是黑黑的呢？哦，他们特别用到的是很厉害的黑糖哦，天然黑糖哦，再加上的是花生酱，香的花生酱。哇，它的花生酱里面颗粒好饱满哦，它完全一咬下去你就觉得哦，一颗一颗花生都冒出来了。哇，所以它吃起来口感很丰富，对不对？然后黑糖的味道也很好。对，3种口味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吃了起来之后呢，马上就要来开箱，要搭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东方美人茶，所以我们东方美人茶要上茶喽。请喝茶。哇，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茶的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是红茶吗？哦，不是哦，它是我们上展茶园哦特别烘焙的东方美人茶哦，所以它的茶色哦比较特别，喝起来呢有那种果香啊，真的好香哦。有蜜香跟果香。通常啊，吃甜点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好甜好腻哦。但是配上东方美人茶，完全都不会哦。那刚刚吃了起拔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主委在3种口味里面，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口味呢？我最喜欢黑糖花生，因为我发觉它那黑糖的那个味道在麻糬里面，你一咬下去，那个7、8咬下去，哇，口感好之外，有黑糖香，然后又配上那个颗粒的花生，你会觉得哦，真的很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哇，那像我个人呢，我是比较喜欢吃艾草红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图个新鲜图个创意口味，所以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艾草搭配红豆所以这个口味我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哦。那好吃的甜品以及好吃的茶叶不只有童话恋人跟上展茶园，还有其他的我们相关的系列产品，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像现在呢，大家在桌面上看到的都是我们小合成电商平台上已经上架的产品哦。像这个人参草的仙草包呢，大家看到这个随身的冲泡包，它可以做成仙草冻，夏天的时候吃仙草冻，冬天的时候可以喝烧仙草哦。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仙草茶，夏天喝的时候非常的温润。对，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可以冷喝也可以热喝的仙草茶。那另外呢，如果你喜欢吃我们的点心客家点心的。雷拉也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客家很知名的叫做捏拌就是闽南语说的是超阿贵啦。你可以在我们的小合成市集上面搜寻香源食品的超阿贵，他们家的捏拌真的是又香又 Q， 非常的好吃。我特别推荐咸香口味的每一口你都可以吃得到那个哈密虾仁的香味另外呢，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客家的3大茶，包含有擂茶，那这一集跟大家介绍是东方美人茶。第3个茶是什么茶呢？就是我们的酸甘茶。酸甘茶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很厉害，来自日新茶园他们家的酸甘茶这个是虎头柑，这个呢你可以拿回家整颗切开来泡茶喝。那如果呢你是喜欢方便的朋友，我们也有冲泡包，所以你就找日新茶园的酸甘茶，喝了也是养生又健康哦。所以在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好吃的点心系列以及茶饮系列，喜欢的朋友呢都可以上我们小合成市集最美的市集小合成市集上面来搜寻。那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开箱任务在这边圆满进入到了尾声了，非常谢谢主委，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我们最美的市集呢，就要结合我们最高最壮阔的都市美景，我们美食开箱张磊聊。